骑马个骑马，手脚个手脚，人客家多，跟我乡下头人，多么吃门吃脚，叫欧门吃节，叫欧门吃。啊呢，咱们欧门吃个么个人客得了哎，还我这第一次里头，乌龙泡眼叫香哎，新子家里啊！新子家里啊！新子家里啊！这新子家放下里啊！我这第一次里也是想一装进去。来，新子家放下里啊！来，来，来。新子家放下里哦，老登记。新子家放下里哦，新子家放下里。你不给这个说过，好呀，哎呦，这么久，干嘛？走不了。哎，干嘛东西的呀？这个我们这冰箱有关那个，你可知道吗？那个有讲了。